让世界行一客家，让客家带你行向世界。欢迎收聽 Open 客家，打開客家。歡迎收聽 Open 客家，打開客家。我係林仁真，我係黃玉米，玉米姐。黃玉米姐，根本人哦，好唱歌嘅人來的，會唱歌嘅人來的。係呀，那本期唱下去啊，玉米姐就唔敢唱歌嘅了。你都點解咁輸？大白糖你唱係咩唔敢唱嘅了？哦，哎呀，我終於啊可以體會人嘅心情咧嗬。哦，咧，你今日呢，我來收幾兩位睇來賓呢，佢咪係一位失蹤嘅朋友，唔過呢，佢嘅歌聲非常嘅好。係呀，佢始終呢，佢一路來呢，從練唱歌開始，佢學寫歌嘅啦，你啊還要出專輯啊，你啊掉。等下來問佢看下佢一路嘅心路歷程嘅我蠻喜咯。來分享呢一位呢來自苗栗公館嘅客家細阿妹嘅失蹤嘅歌手楊玉凡。歡迎楊玉凡楊先生，你好。玉凡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哦，你忽然嘅喊佢楊先生，唱嘅一嗓熟用嘅。哎呀，我愣了一下。玉凡就咁樣愣了一下。哎呀，嗬，大家已經聽到楊玉凡，嗬，玉凡嘅亮嘅就嘅小聲，嗬，佢係你客家細阿妹嘅哦。玉凡，你係來自哪邊嘅客家細阿妹嘅呢？我係苗栗公館嘅客家人。哦，客家話按唔講。係啊，聽講你從細到烏卡都講行嘅。係啊，我細細時節留我太當接鄉下，我會念故事書本兒堂。哇，當感通嘅。從細都千輕豐富卡按當然。係啊，攞阿太嘅嗬，所以講阿太呢呀，人家講嘅當好嘅福氣，人哋講有啲神嘛。沒有，係啊，神嘛，有神嘛，哦，有神嘛，念兩個故事俾人聽嗬。我呢玉凡嗬，聽眾朋友，玉凡呢佢本身啊嗬係一個視障歌手，意思就講佢目睭呢係看唔到嘅，唔過呢佢當好唱歌嘅，但係人哋講玉凡佢唔係從細就目睭看唔到，因為人家講嘅，係咪讀故事書本阿太聽係冇？係啊，我細細時節還有一些些嚟看得到。就係行路啊，看書可能愛看動圈，還看得到。到14歲嗰下，因為青光眼就看唔到誒，一隻暗部就看唔到誒。一下衰上去了，係啊，都看唔到誒。我家下先個心情上都會出鏡一下。會啊，動鏡啊，都咪就係對學校嘅學習應該一下就動態嘅影響喺度生活上。有，但係我當皮膚我媽媽，佢因鼓勵我。哭就是自己空起來叫，到我面前嘅就鼓勵我繼續讀書啊，叫我去老學校嘅老師同學一條講，我看唔到嘅，可能我係多多照顧我安尼，所以我休息一個禮拜我就轉去讀書嘅。哦，一陣當堅強嘅嗬，係啊，唔過都每日嗬。我哋講都每年都就去介就講市民學校來讀書。市民對你來講，去到市民學校嗬，對學習來講係動態嘅幫助係嘛？係一開始因為我離開烏卡當五關哦，我唔攀得。係啊，我喺到學校當五關啊，學習的話，我學嘅點詩，重新開始來學。係，還有行路啊。要怎麼在學校裏面走路啊？還有生活自理的部分，全部都要重新學過。對我來講，全部都係新嘅東西。本來講你親好讀書嘛，而家嘅書看唔到，應該而家心情咩親艱苦嗬。係啊，所以我就夾學點詩，我想留同學向下學習。冇嗌我聽唔到大家。哇！所以我知道有人講嚟呢，嗬，雖然講係一句話帶過去啊，嗬，唔過呢我知道我來做到啊，嗬，真冇簡單哦，嗬，一般人呢就千難來接書啊，你當時咧一個禮拜哦，你用班人嘅來鼓勵自家，除了媽媽鼓勵啊，來做派，你自家用班人嘅真夾嘅調適咧嘅心情，係咩做人家講嘅，我咩當上夾來讀書啊，嗬，係冇？其實幾個禮拜當上就是一次。所以都面重空，談音樂相當多嘅事情，其實都係想嘅，以後我用完，我用嘅咁樣唔啲。後來我幫助我起來一隻念頭，就係講
我想到讲，有當到朋友佢一出世就看很多嘅呢，我係看呢14年啊，係看呢到嘛個節目係嘛個我就啲，所以比幾多人較幸運嘛，安尼我就知道，佢啊就做得老生發嗰個同學。我應該沒做得，對。哇，所以講知道頭擺迄個閱讀吼，頭擺讀書每天我知道每本自家鼓勵動態哦，係啊，睇到當感動，看到當代嘅東西，還有音樂，迄錯吼講到音樂啊吼，因為你哋喺故事嘛，做得談一下你喺哪時開始接觸了音樂嘅嘛？細時節就對聲音對音樂都有感覺。我都開玩笑講，3歲就都會唱歌會賺錢呢。因為過年過節啊，屋企會當到親戚朋友，媽媽喺屋企嘅長輩就會講來唱歌誒，要飯來唱歌誒，要紅包喎，大叔，細時節唔地更少，應該去唱地頭田，應該唱歌應該都唱，紅包其實嘅時節咧聲音咧。紅包全部陪媽媽啦，冇嘅概念啦，冇，就係很開心去唱歌誒，唱，大家都搬嚟紅包，我媽媽講我拿到紅包係餃子，你講唱歌誒啊，唔是講係紅包，哎呦，紅包媽媽會數起來，你要拿到紅包唔係幾好誒，係啊，哦，所以講玉凡啊，即係當定一下，從細就有表演呐，哈，就很喜歡表演哦，唔過我在係咪開始出來接觸音樂啊？你有學習嘛嘅樂器有冇？嗬，我係學鋼琴。哦，鋼琴哦，因為我係獨生女，所以我屋企就愛自家。幼稚園家學教我有彈琴嘅，我轉來我就求有送我一隻小電子琴，轉來我就會開始都會琴，就琴出老師教嘅歌嘅安尼，我媽媽都旁邊。彈就知道，那聲音當中有天分哦，有興趣哦，就送我去請老師教，就開始有學鋼琴安尼。哇，打下了基礎咯，係啊，所以講，後來你看自家又會彈，又會唱歌誒，你還記得你細時節唱嘛？歌誒，細時節咯，我破教我當到，有客家嘅冇？客家嘛嘅有些唔記北坡有，冇吃嘅冇吃我那種，還有嘛嘅長夜思戀，真是戀，打扮那有什麼？打扮那有什麼？哦，細時節還會唱啊，還會唱山歌，還會唱山歌，而家唔會，唔記得咧。其實還記得，我叫冇唱，慢慢地就過來嚟前進啦。後來呢，有樣扮演講，開始行向了。專業之路係啊，做了個街頭藝人，專門嚟唱歌嘅呢。應該講我多讀書嘅時節，我同學就知道，你唱歌一好聽啊，就固定愛去參加歌唱嘅比賽。有時節會得獎，從一位係我多台彈過唱歌嘅，我知道那種感覺一好呢。到畢業嘅時節，有一擺我媽媽去苗栗視障協會。然後係拿個擺手杖，只有講到我會唱歌嘅，會彈琴。其他就講，我哋樂團啊，我來試看咧冇，我就去唱。叫我去擺唱，嘅樂團嘅經歷就幾位呢。有感動到佢，然後我就開始聽佢哋去表演，就開始有音樂會啊、發通啊，開始。就有暑假寒暑假有做街頭藝人，我唱歌誒可以賺錢呢，而且我做街頭藝人，很多人會同我唱歌誒，竟然全部按你圍到前面後背按你，我看唔到，但是我聽到大家嘅拍手啊、拍手啊、掌聲，我就知道感覺真好，傻批哦，真好，傻批啊，嗰種事啊，吼，真個咩想講，人啊都會喺思考講，喊白做嘛該條路，家下都知道唱歌係人愛從事該條路嚟，係冇？忙，嗰時節只有寒暑假打工，
平常时我妈妈还希望我好好的读书。本来想要你做嘛安哦，爱讲你去家本来想要做个黑嘛。我妈妈多嘅时间有带我去请苗栗一只看很多的算命，做在学算命。哦，但是我冇兴趣。你按后上哦，他唔去学两个算命哦。系啊，因为头摆做会唔会按摩做会算命嘛。系啊，足量冇做算命。而家算命我學先改咩冇清。系啊，冇简單。啊，苗栗嘅只看很多的當有名當強，阿媽就知道你去學有帶我去請。啊，我冇興趣就算了啦。啊，後來就係開始創國嘅。啊，不過我還冇想到創國嘅就會賺錢，因為就係打工迄天咩唔啲下百萬用嘅，所以係到太後嘅畢業嘅時間，太後有講一片有一隻點字校對嘅寫，可以看2次看的冇。但係我嘅時間創國嘅事業已經不錯了。所以當家來台北接嘅台發通，係都知道同像創國嘅一塊樂，啊嘅時間又有向下做啲向下創國嘅盤，有啲樂手啊，有嗰啲認識嘅朋友，佢說然後就向下安尼，那做去表演又賺咁多錢，當像畢業都學校做嘢嘅時下好高，係啊，可是老師講冇愛，好像想要創國嘅啦，就開始真是進入這個歌唱的。頭先就講到吼，你創國嘅大概是喺老撇嘅個樂團啊，老嘅盤腔下，包妹喺你變做7家1啥都來創係冇？係啊，你經過一樣版型哦。講起來咩，就是一個巧合，嘅時節。我到西府休息站，在高速公路嘅休息站，然後排街頭藝人，啊，行到迄一開始迄只有拜6拜日，然後就做迄記下啥安尼去創，啊，後來可能考慮到大家咩需要賺錢，就有去老嘅休息站講做得平常時咩來創模，啊，佢就講做得，但是禮拜3就先休息，因為大家可能沒有聊嘛，禮拜3就休息。啊，結果我有1年轉去暑假，有時候去無聊，我媽就講，你都打電話問佢講禮拜3就得去創模，然後我就問啊，然後講禮拜3冇要去呢，啊你7家去做得冇？然後應該做得用誒，我就7家去，結果禮拜3數日真好。有一啥就一啥拿，係啊，本來想講拜3可能冇人會去改變掉，真好呢，因為有我彈琴啊，都變到講7家彈琴，7家唱咩下自由。而且禮拜3平常時有時間去嘅人，或係嗰種咩頭家冇做有一些事業嘅人，佢話講我按叫要乜發通，唔做得來唱冇，要到台北。做當到安尼嘅機會，哇，真多嘅邀請啊，邀約哈，就講來做表演咯。當啲呢7家單飛之後啊，哈，實開創7家嘅係那一種嘅事業咯，哈。7家後來呢有啲單飛嘅機會，以後呢，知道講7家創國嘅咩雜忙做得咯。後來呢，用本人嘅緣分嚟講。7家嚟作詞作曲，後來又參加比賽得到新秀獎哦。第3類呢，你協開下嚟，等下再過來唱玉凡哦，龍太7家人分享佢嘅音樂之路。無論在任何時候，最愛音樂陪着我，跟着節奏，輕輕地唱着熟悉的歌，簡單的快樂，站在夢想的舞台，多慌都不說出來，你的加油是我的力量，讓我勇敢不再害怕，想要唱歌給所有快樂悲傷都唱給你聽，小小的盼望是眼裡燦爛的光，美麗的幸福臉龐都被照亮，想要唱歌給你聽，把所有的夢想都唱給你聽，在
是一碗小小的面拍板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生祥。那下收聽嘅係來自台灣嘅聲音 RTI 中央廣播電台。朋友，鄉親好朋友都咗嚟節目當中嚇，今日龍玉凡啊，向下嘅嚟分享嘅音樂之路哦。就係你哋咧嗬，做了個街頭藝人啊，我一打賞啊，千多年一點播歌曲，常常會遇到嘅問題啊，因為他個要打賞嘛。你係講劉德仁要講，我一本地講我要打賞，我要揾銅板，啊唔過劉德仁要講用銅板又冇禮貌，又講我用紙鈔捏落去又冇賞，就唔啲人都啲啊唔啲，係會有一樣嘅情況。其實一種想真嘅冇辦法，就係愛等到表演結束啊，算呢時節，咁我哋根本應用嘅。所以講對講伊到彈琴嘅時節，其實咩無通到順通按度嘅關心按度去錯嘅。青島就係有人講嘅，落去釘咁我就上，可是我都冇錢去分堂都呀啦，因為鈔票冇上較好。OK， 你啲咧，你也都啲嘅，係啊，你都啲咧嗬，迄種100、500、1000咧，最後都點點嘅，點點嘅之後，是有上嘅，係容易嘅。唔講你就出去唱歌嘅，你就應該就設計歌單吧，可能唱下啦，我唱埋歌嘅較多人會嘅去。我唱叫嘅我。差不多我哋講一個地方可能老人家較多，也係講有一些咧遊覽車嘅，也係講有時間咩我有一些聲音嘅，就會去調整下度唱嘅歌曲。我冇固定，就係我會演唱演去觀察講，一下當場有聽到阿媽嘅聲音，可能唱你會好多歌曲，我會演唱演彈。係啊，所以講嗬，按啲表演嘅時節，其實係做啲工作當中嘛，就工作中啊，什麼當然，按種人要佢我知道咧就街頭藝人很了不起呢，一配按到嘅歌嘅呢，差唔多要幾百條不止吧，就隨時都一準備定咯。唔過你都全部係唱披薩嘅歌曲哦，係大家玉凡嗬，佢喺2019年嘅時節，主要發表自家嘅專輯咯，後來樣樣版人嘅緣分咯，會有自家嘅歌曲。緣分應該係從2013我去參加富邦銀行嘅歌唱比賽，咩歌唱比賽？佢算係才藝比賽，有分唱歌嘅，還有樂器，還有跳舞。我就會參加唱歌嘅，我得到第1名。嗰時節，佢哋就安排講，我哋頒獎嘅時節有音樂會，安排我到蕭煌奇老師叫我唱歌嘅。當歡喜啊！老師叫我彩排嘅時節，老師演咩當客氣。佢就同我講，伊會唱，迄會寫歌誒，會喊得好，就知道當唱戲咯，做得來試看誒。唔過轉去就用誒詞就唔啲用誒寫。到2015年嘅年底，來台北參加一場活動，遇到老師的經紀人，佢就有同我聊一些近況轉去佢可能老師有一些想法，佢就傳給網絡上傳訊息，然後問我講，你有興趣有自家嘅作品嗎？老師我就老唔聽書，你有興趣嗎？就知道當然好啊，唱歌嘅人當然希望有自家嘅東西呀。就講好，就開始老師就帶定我從完全唔會寫歌嘅，都做得寫自家嘅歌嘅。哇！所以講咧，你總共有35歌曲咯，也得到蕭煌奇老師啊，嚟帶定佢呢來唱自家嘅歌。佢哋嘅歌嘅專輯很多夢想的光，夢想的光就講變到你期待自家夢想地位度呢，再一次來看到光線光明嘅意思嘛，跟唔係咪做得來分享一下你自家嘅作品好冇？因為而家你打咗好多兩邊啊，睇下講有煩到咩唱歌位啊，都你阿問聽到，係咪做得來清唱啊？自家嘅歌位做得冇？好啊，做得。我唱
分享一小段一条歌，很多想要唱歌给你听。哦，其实我用心来唱歌本大家听哦，好。想要唱歌给你听，所有快乐悲伤都唱给你听，小小的盼望是眼里灿烂的光，泪里的幸福脸庞都被照亮。想要唱歌给你听，把所有的梦想都唱给你听，再大的风浪冲不淡我的向往，再受伤也要继续迎着希望，尽情的唱。uncle， 汉字谁？哇，真的给他上当好听哎呀，吼真甜甜啊！谢谢啊！哇，这比亚希啊，用面子唔敢冲咧，因为你做录音上诶，吼，唔会啦，系啊，吼，哇，真是所以讲，啲啦有3首歌曲，迄尾也讲出自家嘅心声，就讲我真实嘅希望家庭歌声，你都可以听到我自家对于用歌唱啊，歌唱做我嘅生命，我也希望呢用我嘅歌诶来感通你嘅生命，我知道有人嘅意境啊，唔知你自家创作嘅時間，很有別嘅心情咯。係啊，想要條想要唱歌嘅本堂，就係我想要寫本所有喜歡聽我唱歌嘅朋友。誒，後來呢講，也嘅創作啊，講又要參加啲客家嘅創作客家歌，係冇？係啊，你講下嘅經典很有蠻興，好冇？我去年參加一個桃園客家音樂節，叫本我參加係流行音樂嘅創作組。得到第1名。哇！嘿，嗰時間我有參加台北，應該是台北客委會，也有辦呢一個客家音樂嘅創作嘅課程。要請當到老師來去教作詞啊、作曲啊，還有客家嘅正音啊，也都老師沒有讓我聽書堂來創作，也都全部都本來當到嘅肯定，我去比賽得到第1名，睇咁嘅當歡喜。哇！竟然記得你嘅創作係很多阿公係冇，唔敢講嘅阿太係阿公係冇。阿太係細妹嘛，阿太係細妹嘛，讀書嘅啫，念故事書嘅念故事書嘅。佢做嘛會創作你嘅阿公咯，係咪也可以簡單來分享下嗰啲歌曲嘅故事好冇？阿公佢用嚟講，佢從細細時節佢就當上啊，我卡佢當喜歡很當人來吃飯，佢特別就當人面前講，哎呀，這泰國聲啦，佢合係泰國聲，點啊？我孫係泰國聲，我本佢講到當排聲，不過佢特別看到我去那邊唱歌嘅，我就聽到我去那邊唱歌嘅，佢會當歡喜，佢咩會引導我講。我歡喜哦，唱歌嘅唔會歡喜哦，吼，唔係感覺到心情唔好去唱哦，就是很關心我。幾年前因為北平我就離開嘅，我就一直都想愛寫用客家話寫一條歌嘅本記，然後佢講我下有繼續都會唱歌嘅，我下有一點遺憾的是，我當時發一隻唱片嘅時節。冇本佢看到唱片上乜嘅用嘅，佢就這位，所以我就當上愛寫，用客家話寫一條歌嘅本記，唱本記堂，就寫一條按到阿公。做得就分享伊小吞嘅本大家堂講啊冇？做得，有乜嘅話我同阿公講？做得。記得你親切嘅笑容。看戀愛，門愛根本已是飽滿為開幕。愛一定為什麼代表？因是當已經掛掉愛，愛答應語言總要太過深，愛定以為一次。真感動，相信阿公你啊，
真应该都就谈到你在你表现啊，因为佢最尾佢有講怨言，即個怨言都係阿公嘅太高聲，哇！係我一次唱過嘅，係尤其阿公咧，阿公講嘅當初個叫你快樂唱歌嘅，我兩件事情當重要，係啊，所以講你下可以從事到自家又擅長嚇，又係自家當拿手嚇，還有當快樂嘅事情哦，所以講未來呢，自家係咪還有嘛嘅創作嘅計劃有冇嗬？一聽就係我上愛讀寫客家歌。呢種本來細細時隻講法語言來寫歌嘅感覺應該冇強樣係嘛？冇強樣，就係因為寫歌嘅愛配合嘅旋律，就係愛唱起來好聽，因為愛唱起來順，所以寫客家歌一件事情係需要學習，咩需要對客家話較多嘅認識，係啊，所以講好啲啦，細細時節嗬，有了阿太啊、阿公呢度啊，嚟講客家話，係將了到按寶貴嘅文化嘅資產啊留本兒哦，嗬，後來呢就愛看而自家讓本兒好好嘅來發揮咯，嗬，你睇其他呢要下拿到咧按好聽、按有感情嘅客家歌曲啊，可以嚟欣賞哦，啲內邊可以聽到你嘅表演呢，嗬。我有粉絲專頁，就係有FB 嘅話，就係搜尋楊玉凡，就係玉佩的玉，平凡的凡，就做前度我有公開的表演，我會都當過講，我就我咪會有時候分享一些影片，或是最近去哪裡這樣子。哦，係啊，要反粉嚇、玉粉啊，玉粉、反粉，係等等。啊，就買發通愛簽歌手咪做得直接做得係啊，做得嗬，因為家歌生嘅真實嘅稱號啊，嗬，所以講咩好的要按到嘅貴人咯，將媽媽呢也冇放棄你啊，所以講係咩可以將人自家嘅經驗也鼓勵一度，像冇做模仿片也講，其實家你下當低潮的人啊，你可以將人嘅故事嚟鼓勵下那度嘅人做得冇？嘿，做得。我知道就係冇做模仿片唔怕，跨出第一步就係真冇簡單嘅。但係有時候你跨出去之後就係那個第一步。你會說我不會很定驚我做乜嘅當場冇辦法做，有時間就慢慢的本去改一些試試看嘅機會。當場咩冇愛想嘅安難。唔講呢，那跨出第一步了後，很擺咩還會遇到千多困難，從冇代表以後都按平順。冇錯，即係當千無簡單咧，就係一條中途失明，冇就係中間冇做模仿片嘅人，係就係真辛苦啦。就係需要一些時間去調試。身邊嘅朋友我可能咩盡量愛鼓勵佢去嘗試，鼓勵佢去面對一個困難。講來容易哦，做來冇簡單，真係冇簡單。如果你哋下好嘅也要按到嘅資源，還要按到人，嗬，比如講像玉凡佢自家本身咩行過來嘅，嗬，佢都呢度嘅嘅經驗，嗬，他可能都可以互相鼓勵，就我剛講嘅個判斷重要，那個辦法。那身為一個伴，知道除咗鼓勵之外，還有乜嘅做得還有聽數了的朋友係冇？我知道就係陪伴吧。陪伴，唔是講聽多講，一直說教樣都唔是。唔是，本家就太壓力啦，就係慢慢來啦。我可能有時間講嘛，我會知道當艱苦很難過。佢就冇辦法了解你嘅心情，唔怕就係自家做得老自家調整好，輕鬆有。像玉凡嘅故事呢，就記得講，其實媽媽不可能一種快樂嘅陪伴啊，快樂的陪伴很重要。係聽，就係你做攏佢啲旁邊呢，鼓勵佢做佢歡喜嘅事情，記得就會見勇敢嘅行出來，係啊，今日因為時間嘅關係，做來一路玉凡呢到這古到了邊哦。好嘅，今日呢再一次什麼用玉凡到節目當中嚟嘅分享哦，什麼安子生上嚟了。當我受了委屈，
吼，听众朋友，你来收集两个诗中故事杨玉凡。未来呢，你也有机会呢，啲街头啦，又讲啲一度嘅活动当中，听到嘅嘅歌声啊，冇唔記得咯。你嘅送件嘛，吼啊，太爆的喂，也係你嘅裝上咧，啊，太上的喂，吼。哎呀，記得其實都咁數會到。咁數會到哦，吼。今日請沈夢玉凡呢，來你分享嘅嘅神命嘅故事。我係玉米雞，我係林彥真。好，今日節目就到了尾咯。按之說，沈夢大家書堂張來了，張來了。我能感覺你溫柔表情，時間能不能從此暫停？你隨着陽光躲進烏雲。沈夢按自說要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